嗱，眾所周知啦，世界盃咧就第一屆就係1930年喺烏拉圭辦噶嘛嚇。咁啊，你知咧當時嗰個交通情況咧就係非常之差嘅，比較遠嘅地方咧真係要幾個禮拜咧，甚至成個月先至去到烏拉圭噶啦。咁而當時比較遠嘅歐洲啦，咁烏拉圭主辦國咧都驚，咦會唔會唔夠球隊嚟啊？或者太少人嚟啊，唔係咁好睇咧？所以佢哋咧就好慷慨，就話歐洲球隊你嚟，所有嘅費用咧我包晒。咁但係歐洲隊似乎都唔係好領情喎，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真係個交通啦。咁當時計咧要坐船去咧，仲要坐3個禮拜。哇！你諗下，暈船浪都嘔到死啦。所以咧得4隊去嘅啫。咁啊包括咗咧係羅馬尼亞啦、比利時啦、係法國啦，同埋呢個南斯拉夫㗎嚇。咁啊呢4支球隊當中咧，羅馬尼亞咧就更加特別啦。咁啊因為咧佢哋國內咧好多嘅足球員咧都要翻工㗎嘛。咁啊最尾點搞咧就係佢哋嘅國王啊卡羅爾2世咧就係出面啦。咁啊揾佢目標球員嘅老闆，即係佢哋嘅企業啊等等啦，就同佢哋講：喂嗱，而家唔好講啦，我要你嘅員工嚟打世界盃，你哋都要放。如果唔放咧，你就唔好怪我。哇，出到恐嚇呢招啊，真係㗎，要咁樣咧先至成到隊喎。你話放諸今日點會啊？有機會參加世界盃，撲到佢啦！